后来乡亲咱回头继续来看国庆筹备委员会早起来公布着国庆大会各项的表演节目。上届特别的是，今年要带大家做伙来唱国歌的是东京奥运跆拳道的铜牌选手罗嘉玲，甲这个疾管署的副署长罗一军，因两人会率领着防疫英雄做伙来就台。侨委会伫个同一时间开设着侨胞回国参加庆典的报道的柜台。今年是澳洲墨尔本的侨胞抢着头香，第一团签名报道。TBC 舞团将伫国庆做开场的表演，筹委会伫双十节之前公布表演节目，国歌的领唱有一个亮点。东京奥运跆拳道的铜牌得主罗嘉玲，甲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拢要上台唱歌。陈时中部长的同意推荐，跟罗一军开玩笑说：“一军，你这几天起床是不是要练习发声一下？”两人将带其他防疫英雄唱国歌。赞赏台湾防疫也有东京奥运的成绩。今年国庆晚会会伫新竹举办，烟火伫高雄，嘛为防疫做万全的准备。热门的景点这个部分，要求要做人流的管制。侨委会依照往例会开一个报道的柜台，迎接侨胞返来台湾参加国庆。虽然讲这2年来因为疫情，返来台湾的人数差真济，不过估计有超过1000个侨胞会参加庆祝大会。非洲、中南美洲、北美洲、亚洲各个国家通通有陆续的回来。今年由澳洲的侨胞抢头香，头一个报道。我今天早上5点50分从新竹出发。侨委会共款提供参加庆典的侨胞旅游的补助，今年提悬到每人3000块，鼓励侨胞伫台湾世界行行咧，来提振疫情后的经济。